啊，守株待兔，坐井观天，人家谁会主动送上门来啊？什么？不给看？什么情况？不给看！欢迎光临。小鸡冰冰，接客了，来了。嗨，李总。嗨，校长。打完球啦？对，刚结束。先生你好，我是这里的总经理，我叫冬眠，不是冬天爱睡觉的眠，而是冬天也要缠绵的眠。这么复杂？啊，其实我还是很简单的。哦。你要点什么？出事儿了，一杯汤力水，2片柠檬，谢谢。不客气。Wait a moment, please。好。明明，一杯汤力水。好的，马上。优质男。我们俱乐部的会员都这样。都这样？对呀，于总就是我们俱乐部会员。啊？我们岂不是都在骑着马找驴？看来可风的情人有谱了。别在那胡搞瞎搞啊！于总结婚了，孩子都2个，别乱来啊！你婶婶，你是什么毛病？你们俱乐部总共就他一个男的啊，总有那么几个漏网之鱼是没结婚没有孩子的吧？我们只需要把他们小小的聚在一起，那我们的小情人、征婚男还有精子大就都搞定了。你有病啊！你当我是你们妈妈桑给你找鸭子呢？找你妹呀！哎，闪，你怎么就是不开窍呢你？你们马球俱乐部的这些资源不都可以挖掘吗？你这也太假公济私了吧！什么叫假公济私啊？我这叫资源共享。再说了，你们马球俱乐部的这么多的会员，